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理工大學嘅物理治療師方 Sir。今日想同大家做下運動喎。大家可以喺一個安全嘅坐姿同埋站姿嘅情況下，進行全身嘅熱身運動同埋一啲拉伸嘅運動。做完熱身運動之後，我哋就會去到訓練嘅環節。首先，我哋會進行一個下肢嘅肌肉訓練運動，主要係針對下肢肌肉嘅肌肉強度，提升關節嘅穩定性，同埋減少日常生活跌倒嘅風險。只要準備一張冇碌冇扶手嘅凳、沙包同埋橡筋繩，咁就可以做運動㗎啦。如果曾經跌倒或者有跌倒嘅風險，咁就要先諮詢醫生同物理治療師嘅意見。練習站立嘅運動嘅時候，必須確保身體側邊有穩固嘅凳同埋家私作為支撐，以防止失去平衡。如果做運動嘅時候感到關節有刺痛，應該立即停止並減少幅度。首先第一個做掂腳尖嘅動作，安坐喺椅子上面，雙腳平放，先提起雙腳腳踭，保持5秒。放低之後，再次提起腳尖，維持5秒。進階版可以雙手輕扶椅背站立，重複上述嘅動作。先提起腳踭，維持5秒。放低之後，再提起腳尖，維持5秒。呢組動作可以強化小腿及脛骨前肌。注意提起腳尖嘅時候，切勿過度用力，以免抽筋。站立提起腳尖嘅時候，重心切勿過度向後移，以免向後跌倒。之後係直腿抬高坐姿，保持腰背挺直，慢慢將一邊嘅膝頭哥向前伸直，感受到大腿前方嘅肌肉收緊變硬。維持5秒之後，慢慢放低，左右交替。進階版，雙手扶住椅背，單腳向前伸直抬起，直至腳踭離地，保持膝頭哥挺直。維持5秒之後放低，左右交替。呢組動作可以集中強化大腿前肌，但係要注意動作要比較慢。重點係在於大腿嘅前方肌肉有收緊嘅感覺。進階者亦都可以喺腳踭度綁上沙包，重複上述嘅動作。下一個動作係開合腿同埋側抬腿，安坐喺椅子上面，單腳向外側踏出，再收回原位，左右交替。進階版，
單手扶住椅背站立，將一隻腳向外抬高30度，腳尖要保持指向前方，維持2秒之後放低，重複另外一邊。呢組動作可以強化臀中肌肉，預防行路嘅時候會搖晃。注意身體需要保持挺直，唔可以向一側傾斜，需要集中感受臀部側邊嘅肌肉收縮。進階者亦都可以喺腳踭度綁上沙包。下一個動作係後踢腿及腿後滑動。先坐喺凳嘅前半部，將一隻腳向後滑動，收至椅子嘅下方，腳踭微微抬起，並用力向後踩，感受大腿後方嘅肌肉收縮，維持3秒。進階版，雙手扶住椅背，保持腰背挺直。將成隻腳緩慢向後踢起，大概20度。進階者亦都可以喺腳踭度綁上沙包。注意站立後踢起腳時，切勿塌腰或者身體過度向前傾，避免腰部受壓。原地提膝，安坐喺椅子上面，慢慢將單邊嘅膝頭向上抬起，靠近心口，維持2秒後放下。左右交替。進階版，單手扶椅背，輪流將膝頭向上抬起至腰嘅高度，維持5秒，然後慢慢放下。呢組動作可以強化髖屈肌，改善腳部沉重。注意要保持呼吸節奏，抬腿時呼氣。如果大腿力量不足，坐喺度嘅時候可以雙手輕輕托住大腿嘅底部以輔助。
下一個係坐姿夾毛巾以及半身樽。首先攞一條捲起嘅毛巾或者軟墊夾喺雙膝之間，大腿內側及前方同時用力夾緊毛巾，維持5秒後放鬆。呢個動作可以強化大腿內側，輔助膝關節嘅穩定性。進階版可以做一個扶椅半身樽，雙手扶住穩固嘅椅背，雙腳與肩同寬，慢慢屈膝向下至半樽嘅狀態，大概30度左右就可以啦。維持3至5秒之後，大腿發力企直。呢組動作可以全面強化大腿及核心肌肉。注意站立半樽嘅時候，膝頭哥需要指向前方，同一時間膝頭哥唔可以過腳趾尖，亦都唔可以向內夾，以免勞損關節。最後做一個起立坐下嘅訓練，坐喺椅子嘅前半部，雙腳平放與肩同寬，雙手輕輕放喺大髀上面，保持腰背挺直，身體微微向前傾，口訣係鼻尖要對住腳趾尖，雙腳掌用力踩住地面，大腿前方肌肉用力繃緊，想像自己準備要企起身。但係臀部全程都唔可以離開張凳，維持發力3至5秒，然後放鬆坐直。進階版可以完全起立坐下，從完全坐喺度嘅狀態，唔用手扶，大腿發力完全企起身，然後控制大腿肌肉，緩慢咁樣坐返喺張凳嗰度。切記企起身之後唔可以急速咁樣坐返喺張凳度。呢組運動可以功能性咁樣強化大腿肌肉，模仿日常生活嘅起居，強化大腿嘅四頭肌。如果老友記嘅力量唔夠，可以雙手輕輕按住大腿，或者凳 pan 以輔助起立。最後希望各位老友記可以勤力啲跟住段片做運動，提升關節嘅靈活度，以及放鬆繃緊嘅肌肉，從而減少喺生活上面身體受傷嘅機會。記得，如果做運動嘅時候有任何唔舒服，謹記暫停運動，並且諮詢物理治療師同埋醫生嘅意見。